分手了。那你也不能看着他误入歧途啊！他这么做是在破坏别人的家庭，是错误的，他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她是个倔强的女人，我阻止不了她。傅先生，我之所以先把您找过来，就是想给他留面子的。你应该知道，如果顾西征看到这份资料，无论他怎么努力，都没有结果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把这份资料交给顾西城，伤害到南宫琉璃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傅先生，傅先生，我的天哪！进来。顾总，这段时间谢谢您的照顾和帮助。明天是我生日，我邀请了同事们一起参加我的生日聚会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空？哦，好啊。作为一个老板，怎么能不参加员工的生日聚会呢？我一定去。那好，顾总，那明天见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总裁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干活太不小心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那明天见，不要迟到哦。明天见。那我先出去了。嗯。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啊？你明天晚上是不是要去参加那个南宫琉璃的生日会啊？哦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但是人家已经邀请我，我作为老板，怎么着也得给个面子吧？啊？必须要去。我都答应人家了，不去不好吧？顾西城，你就不能离那个南宫琉璃远一点吗？贺锦熙，你这算是在吃醋吗？哼，我。